后来台湾即摆使用塑胶是真普遍，为着要来减少着环境的污染，即摆有袂少的卖场、超市甲小卖，拢会用迄种生物可分解的塑胶 PLA。但是这个绿色和平组织讲，这种 PLA 的塑胶其实伫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度伫大自然的环境来分解。台湾目前的商业的堆肥场嘛无法度来处理这类的材质，将其尾也是爱烧掉，这一点都无环保。所以要呼吁咱的乡亲多多来使用着中复性的容器，安尼才是真正爱地球。世界拢是食的塑胶包装，这几年来因为环保意识，不过超市业者的塑胶包装无减，颠倒阁直直增加。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超市业者的塑胶包装使用的比例自2019年的86.4%增加到90%。不过，互人更较烦恼的是，企业用这的讲是生物会使分解的塑胶 PLA 材质，像这有拍 PLA 材质的塑胶杯啊和塑胶盘，伫台湾定定拢看会到。绿色和平组织特别做这个实验，伫自然环境当中。2个月塑胶片游玩好好，甚至有业者使用予后面禁用的氧化式来使分解的塑胶袋啊，完全无法度互分解，颠倒搁较伤害环境。因为呢，生物可分解塑胶其实要在一个高度管控的高湿跟高温的这个环境下才可以处理。但是企业现在宣称的这样子的做法，都会误导消费者，以为这个东西呢，在一般的这个自然环境里面都可以迅速的分解。因为台湾目前无一个会使提供独立回收 PLA 的环境。PLA 材质的产品上尾也敢若会使烧掉，若是无细腻和一般的塑胶做伙回收，毋但减少回收塑胶的顺度，还会增加人力来到分类。真正要保护咱的环境，毋但企业应该减少使用塑胶包装，消费者嘛应该加使用会使中复性的产品，才会使真正减少塑胶对环境的伤害。